collapsing. The backbone of Putin's economy is breaking, and the numbers are brutal. In the first 7 months of 2025, Russia's coal sector alone lost $2.8 billion. Oil revenues dropped to the lowest level since 2020. Refineries are shutting down. Exports are falling.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Today we're breaking down how sanctions and Ukrainian strikes are destroying Russia's oil empire and why Putin can't stop it. Russia's economy runs on oil. Always has. Oil and gas revenues account for 25% of the federal budget. That's $91 billion per year. Without it, Russia can't fund the war, can't pay soldiers, can't build weapons. The oil industry is everything, but it's dying fast. 大家好，歡迎光臨黃總講軍事。今集咧有少少緊張啦，因為咧經過3年幾嘅戰鬥之後咧，俄羅斯已經叫做咩啊？已經係所有法寶出盡，常規武器出盡啦已經。咁佢會唔會冒險出佢嘅核力量、核打擊？而有冇可能因為呢樣嘢導致第3次世界大戰？今日我慢慢同大家分析。首先第一件事，所有嘅核我哋知道。核嘅擁有國係中英美法蘇，另外暗瓦底嘅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同埋朝鮮即係北韓。咁其他國家咧係冇呢個核嘅能力。點解佢冇咧？唔係佢冇能力，而係俾人限制咗。一個國際原子能機構就係限制佢嘅一個機構。呢個機構佢係將核嘅民用設施、核電廠輸送俾世界各地想使用核電嘅國家。好啦，咁你使用核嘅電力設施嘅話咧，你只需要將鈾嘅元素大概3%到5%，就可以生產足夠嘅能量，造成一個核電廠。咁你係唔需要做到60%或者90%造成核武器噶嘛？咁國際原子能機構咧就會定期派科學家去睇下你嘅鈾元素喺邊，係咪已經用晒？鈾礦石用咗，我繼續賣啲新嘅俾你。同一時間睇下你嘅離心機，你各種製造鈾嘅機器有冇超出你做核電廠嘅範圍？咁樣嘅話咧就控制到你想做核武，我會知道。如果你唔俾我睇，即係你有嘢收埋啦。你俾我睇，證明你冇事咧已經。咁樣嘅話咧就限制咗其他嘅核嘅擴散啦。咁上次都講緊，伊朗就話：喂，我想自己做，就將國際原子能機構人員咧唔好俾佢哋嚟。咁國際原子能機構就投訴聯合國啦。跟住咧美國就喺今年嘅4月同佢講：你唔好做核武，因為後果好嚴重。咁後果當然嚴重啦。就係5日重錘啊嘛。好，翻嚟先。咁俄羅斯嘅核武裝力量係好強大嘅。佢係因為中英美法蘇呢啲叫做常任理事國咧，佢嘅核武器咧係相當之齊備同埋非常之有效。咁一般嚟講，佢哋會有空機嘅一個投射啦、陸基投射同埋海基投射。咁咩叫空機投射咧？就係一個核彈你做完之後咧。可能你係一個載具一個導彈，呢個導彈咧由空軍嘅戰略轟炸機去飛近你嘅領空，再發射，令到你預警嘅時間好短，所以咧你就會被佢所威脅，你就唔敢同佢打核戰啦。咁呢個理論嚟嘅，咁呢個就係空機啦。咁第二種咧就係陸基，陸基嚟講可能係發射井或者係陸地嗰啲發射車。使到去指定地點之後咧發射，咁呢種相對嚟講咧係最多人使用嘅。不過佢最容易被偵測到，如果最容易被反制，所以咧用佢嘅話咧，真係想大家我哋講句俗啲啊，佢攬住一齊死先用呢樣嘢啫。所以陸基嚟講咧係佔咗大部分嘅。第3樣呢個海基，海基係陰濕啲嘅，有核潛艇、核攻擊潛艇。大家有冇睇過一套戲叫做《紅色10月》啊？叫做Hunt of the Red October， 好耐啦，辛康納利嗰陣時就講緊俄羅斯嘅颶風級嘅叫做核潛艇4萬噸嘅，咁佢咧嗰陣時係做咗大概有14艘左右啦，咁而家已經退役晒㗎啦。咁新嘅一批咧係做咗9艘，咁相對2萬幾噸嘅啫，咁佢相當個 size 細咗，載量都細咗嘅。咁真係好唔好彩啦！上次堪察爾半島咪海嘯嘅8級地震嘅，咁有3個核潛艇基地咧就俾海嘯淹沒咗嘅。
咁而家總共估計佢應該有8艘已經係 ready 啦，第9艘啱啱交付都唔到1年啦，咁總共9艘啦。咁正常嚟講1/3海中遊弋，1/3維修，1/3訓練。咁經過呢次海嘯嘅話咧，保守估計咧，可能佢有一半以上嘅核潛艇應該就冇咗噶啦已經。咁就真係佢要再諗辦法點樣搞啦。好，咁頭先講緊海基個發射啦，陸基啦，陸基咩情況就係咧，陸基你發射唔係你話發射即刻發射噶嘛，因為發射一定發射前咧，你會將嗰啲導彈咧注入好多燃料啊。你注入燃料大概需要半個鐘頭，你注入燃料嘅同時，其實監察衛星已經見到你嘅你，咁對方梗係美國一定打電話過嚟，喂，唔好意思啊，你做乜？你個導彈入緊燃油啊，你做緊乜嘢啊你？咁你點答啊？我冇啊，我演習啫咁，即係諸如此類啦，你明唔明？所以嚟講咧，係雙方喺呢個位咧係好少會用得到嘅。好啦，空機係 OK 嘅，因為空機嚟講咧，佢由戰略轟炸機啦，去到好高，去到好遠啦，然之後咧，再由戰鬥機放開嘅巡航導彈或者高超音速導彈咧，去用佢載具去攻擊你嘅城市，用核打擊。但係亦都啱啱喺今年啊，烏克蘭嗰個 Spiderweb 嗰個行動咧，就炸咗佢大概名義上10至13架，實際上唔止嘅，接近40架。咁令到佢嘅90幾架機隊，起碼有一半咧係消失咗。咁咪即係話，如果俄羅斯而家同你打核武嘅話咧，佢起碼而家戰鬥力量、核戰鬥力量大概減咗大概30%。咁就導致一個問題啦，究竟你會唔會夠膽用？因為如果你用，即係等於宣佈自己我同打核戰㗎啦喎，咁你諗下後果咯喎已經。咁當然啦，我要帶出另一個故事，就話我覺得應該佢唔夠膽。點解唔夠膽咧？如果就算佢而家唔夠膽，2年3年之後佢更加有膽都冇用，因為特朗普啟動咗個叫 Golden Dome 金穹計劃。個金穹倉計劃咩意思咧？呢個咧係解除你武裝嘅方法。佢除咗係喺個防衛系統，佢都係一個進攻系統。咩叫防衛系統咧？而家嘅 Golden Dome 之前嘅咧，都係有層層攔截啦，有實德啦，有愛國者啦，喺層層攔截嘅。咁去到上邊咧，而家再用同步衛星，即係星鏈咁嘅計劃啦。係令到同時監察緊全世界所有嘅可能存在核武嘅一啲載具啊、飛機啊各樣嘢。咁樣就話你要有咩風吹草動，我就知啦。咁我知嗰陣時，除咗我嘅防衛度之外咧，仲有一樣大家可能唔知嘅，就係佢嘅進攻系統。咁點解要等2年咧？就起緊一啲衛星，200粒左右，每一粒咧大概有50支對地嘅用鎢嘅金屬啊，超硬，咁大概2米長，大概一個即係可樂樽咁厚咁粗左右啦。咁就喺太空上面嘅一個好似左輪槍咁射嘅。OK， 咁佢由於佢同步軌程去到400幾公里咧，佢嗰個我哋叫做速度加個力度，再加埋佢硬度咧，係足夠打穿全世界任何地下碉堡。咁佢每一個由太空發射落嚟咧，個成本相等於1粒核彈咁上下，但係佢冇核污染、冇核輻射。不過佢嘅破壞力相等於1粒核彈，由高空高速打落去之後咧，就將呢個地方成個打冧咗。有套戲叫做 G.I. Joe 啊，大家有冇睇到咧？就係講個同步衛星咪射咗一支咁嘅嘢落倫敦嘅，跟住成個倫敦咪爆咗嘅。呢套戲大家睇翻，就係講緊呢個武器。好啦，咁究竟夠唔夠膽用咧？如果你而家唔夠膽用嘅話，再過3年你就唔使用㗎啦已經。所以我個人認為，各種數據分析應該唔會打，佢唔夠膽發射佢核武器，因為你發射人哋會有防衛，仲有你發射咗冇得翻轉頭，我就會打翻嚟嘅啦已經。咁同埋你如果你發射核武器咧，就相當於判咗自己死刑㗎啦已經。所以我再強調一次。我個人認為唔會發生。
好啦，頭先講咗俄羅斯啦，咁其實全世界仲有啲常任理事國咧，中英美法蘇都有核武噶嘛。咁最多核武嘅核彈頭嘅係俄羅斯，佢大概有8000幾粒，但係嗰啲準備好發射嘅咧，大概1400粒。美國大概6000幾粒，準備好嘅咧，大概接近2000粒。咁英國咧大概係300粒，法國係200粒，我哋國家應該係550幾粒。咁嚟講，呢啲叫準備好嘅發射嘅。咁你唔係準備好打人算噶嘛？你用咩方法載具咧？咁除咗美國、中國、俄羅斯之外咧，英國、法國咧，佢唔係三位一體嘅，佢哋冇陸基發射嘅，全部都係空機同埋海基發射。咁大家想了解多少少核彈嘅知識咧，或者想呢個故事咧，我將來就同大家分析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希望大家鍾意今集嘅節目。如果你唔想錯過下一集，記得 follow 我嘅 channel。你同時可以留言區講低你想聽嘅 topic，等我話你知。